想像一下，如果世界上有一款跑車，時速可以高達60公里，而且一滴汽油都唔使加，但係設計師就留咗一個超級致命嘅漏洞，就係呢架車一世都唔可以向後退，甚至連行路都唔識，只能夠向前跳。呢個唔係遊戲裡面嘅設定，而係現實中澳洲最強嘅拳擊手袋鼠嘅真實秘密。點解佢哋身體會設得咁極端？今日我哋就用科學嚟解剖佢。歡迎嚟到我嘅新 channel， 仲未訂閱嘅新朋友記得先撳下訂閱支持我。我哋即刻拆解。科學家研究發現，袋鼠嘅後腿裡面有一條好似強力橡筋一樣嘅巨大肌腱。當佢哋每一次落地嘅時候，呢條肌腱就會好似彈弓咁，將落地嘅衝擊力全部吸收，然後喺下一秒完美反彈，將袋鼠成隻彈飛出去。呢種獨特嘅彈跳機制，等佢哋喺高速奔跑嘅時候，幾乎唔使消耗任何多餘嘅能量。佢哋跳得越快，反而越慳力，簡直係全地球進化得最慳油嘅生物跑車啊！但係呢種完美嘅跑車設計，亦都帶嚟咗一個超級搞笑嘅代價，因為袋鼠嘅兩條後腿太粗，肌肉太硬，導致佢哋嘅關節完全做唔到分開向前行或者向後倒退嘅動作。加上佢哋身後仲有一條超重用嚟平衡身體嘅大尾巴，呢條尾巴就好似一個固定嘅剎車掣一樣，如果袋鼠強行向後退，佢哋嘅重心就會即刻失平衡，直接四腳朝天咁樣跌低。所以佢哋喺現實生活中係絕對唔可以向後行㗎。就係因為呢個咁神奇嘅身體限制，澳洲人甚至將袋鼠印咗喺佢哋嘅國徽上面，代表住呢個國家要好似袋鼠一樣，永遠勇往直前，絕不後退。睇完呢一集，下次你去動物園，不妨行近少少，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唔識倒後退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冷知識好神奇嘅話，記得幫我撳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俾朋友睇啊！下一集拍咩？完全由你哋話事。想睇邊隻動物嘅秘密，或者想知啲咩瘋狂嘅地球冷知識，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！邊個留言最多人點讚，我下一集就拍嗰個主題。想睇自己心水主題寫成嘅劇本，就一定要先 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留意啦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！